用这种来搬运是最好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假设是6级地震的啊，你要注意哦，小心会滑倒。你等一下要做什么动作？趴着，蹲下去。刚好地当的小孩。蹲下去。啊，你蹲着哦，你还是不做哦，没关系，你蹲着，看你蹲得动吗？站了就会动。趴着，可以，趴着，唯一是安全的这个姿势。哦，地当来点，对啦。这是地震。这个太紧急了啦。你没问题，你还活着。晕了。你躺上床上睡觉，像这种。我在那头撸掉。其实我们要一个大床单呐，开始啊。滚！有的人拢讲啊，体不要紧，跟你讲，都是会压下。压下来啊。哦，很实际，对不对？你有知影最恐怖啊，你徛袂起来，跪边上。超恐怖。翻着跪趴倒，有知无？好，开始来，等一下。然后半夜1点47分开始。有没有跪趴？来，跪趴在上面。保护没关系。哦，就这样子是最稳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喜欢消防那尴尬的物件，简单而已啊。你要躲在哪里？你要躲在三角点那边都可以，但是你跟移过去，你就赶快给你刷个，给你刷个。你走不过去啊，你爬不过去啊。滚的啦。你开始摇的时候，你就动不了哦，然后它摇地上是地就会严重，那个来个主正过来，摇晃而且会上下。对，你就按那紧刷。无尽。安在哦，防灾室就是耳针，这是宣导而已。然后你要通报这个严重性，很严重啊，你自己会保护自己，这叫保护自己。安在哦，听不？还好。对了，谢谢各位了哦。谢谢。